即摆各地头大家也是3钱要注疫苗，也因为这公费的流感疫苗安装1礼拜内会注了。卫福部长邱泰源今仔日就咧行政院会提出着这紧急采购流感疫苗的报告。行政院长杜英泰同意搁再增加10万吨公费流感疫苗，限定65岁以上民众，也有幼囡仔，甚至是11类高风险的族群来使用。诊所门口护理人员详细对资料，还有人专工请假走一抓。为8月开始，受到家人饲鱼湾熊熊过身的消息的影响，各地大概是小济要注流感疫苗。非常严重，所以就想来保护一下自己。有现货可以打的话，那就赶快打。自己诊所有在加订这个自费的流感疫苗，那也就是一到货就全部都被打光。诊所公费的疫苗早就去互注了，还有80支自费的疫苗，嘛是2天内就注了啊。根据疾管署的统计，最近这2礼拜就新增加25例流感重症死亡的病例。云林县嘛公布今年1月份2个流感并发肺炎死亡的个案，其中一个20多岁职业军人确诊 A 型的流感，过2天照电讲耳朵规个变白色的，隔2天宣告死亡。采纳行政议会，卫福部提出紧急买10万剂公费的流感疫苗，行政院随同意。是紧急增购疫苗所需的预算，将预备内采购114年秋冬流感疫苗。预算之内买疫苗是要争取时效，而且大家都在抢，争取解放上市的相关预算里面抢进秋冬流感疫苗。这批10万剂的疫苗会提供予65岁以上的社会人、55岁以上的原住民、安养、长照机构的对象，也有满6个月以上、还未读国校进前的幼囡仔，甲有新的人等等，11类原计划第1阶段的对象来做。行政院嘛强调讲，会请卫福部赶紧依法办理买流感疫苗的流程，照顾高风险族群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